只有你自己先變，一切先會跟住改變。你又將不破不立呢4個字刻在2005年嘅日子裏。如果你一定要見昨天離開嘅人，去行昨天行錯嘅路，沉澱喺昨天嘅泥潭當中，咁未來點可能會變好呢？而有啲嘢啊，必須要摧毀，先能夠破圈重立。只要你敢破圈而立，就為否極泰來。一切消耗你嘅人，一切消耗你嘅事，讓你焦慮嘅事，在你入面讓佢翻篇，讓佢放低，讓自己釋懷。從此刻開始，就等低膽小懦弱嘅自己，去等低嗰個只會靠依賴嘅自己。變動先會有機會同進步。人生係一場體驗，勇敢嘅人先能夠進行，先會被獎勵幸福。